一，我没有办法跟生活品质低廉、审美情绪低下的人同处一室。等一下，你不会是说我们吧？这里还有别人吗？不愿意承认是吧？来。 整个房间都充斥着垃圾食品跟饮品的味道。一个人的饮食条件直接影响到他对生活的判断。你爸，这多脏啊！这种审美对一个成年人来说是不知意义何在。我告诉你意义在哪儿啊？就是在于，不管到何时，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。穿小熊内裤就童心了是吧？你世界观还真是幼稚。一个人的卧室直接代表他的内心，这么糟糕的内心，对同枕牛。牙刷的保质期是3个月，浴花的保质期是2个月。这种廉价的洗发水和沐浴露，除了化学成分之外，没有任何有效成分，跟你们吃的东西是一样，全都是垃圾。那个不是刷牙的，是刷池子的。你们刷池子跟刷的东西摆在一起是吗？那内裤跟袜子也放在一起洗吗？那口罩跟鞋垫是不是也要收纳在一起呢？还有这个厕所，这不是我的，哎，这也不是我的呀。你们这个年龄应该看欧美的了。给你们3天时间改善这一切，否则就搬走。我会亲自跟我爷爷解释的。现在我给你们2个小时收拾房子，1个小时整理花店。开始。这女人是把我们当花店小工了是吧？她是不是有毛病啊？可能是来大姨妈了。来什么大姨妈呀？她脸上写个3个字“绝经”了，能来什么大姨妈？